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肥妹。好攰啊！我隻眼而家打晒膠啦，但係堅持剪埋個視頻畀你哋睇啦。好多個卡通篇章啊，睇下插邊個咯。OK， 入咗去卡通三筒，而家叫啦。千祈唔好畀我摸啊！點解我講千祈唔好畀我摸？因為上家碰咗白板同埋發財，好彩摸咗隻鬼返嚟，開到兩隻鬼平戶。呢隻7萬基本上係必有嘅，除非人哋要碰嘅啫。因為而家起手係平戶啊，而且又冇鬼喎，所以啲番子快啲打咗出去先。啊，幾 OK 喎，連摸兩隻鬼。叫啦叫啦！唔有啦，開牌。6、7傻係鬼，起手一隻。哇！第一隻篇章3傻，上咗先。哇！竟然咁樣可以攞咗一次牌返嚟，咁黐多隻我就可以叫啦。
拖牌，咁我選擇拖隻5萬啦。上家好恐怖啊，又係爭隻紅中啊！哇！呢份牌竟然可以折磨到，神奇啊！好嘢，10不中，應該係26藍，26藍紅中啊！每人54粒，哇！成鋪爆戶啊嘛，仲唔快嚟接好運？拜拜。